也那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即马人伫美国访问，伫美国访问的最后一天，伊是去参加高科技论坛。伊咧致辞的时是对外表示，伊伫华府，伊讲有明确和美国讲，咱台湾高科技转型方向策略和美国拢同款，卖豆豆减少对中国的挖口。开始采取近岸跟分散式的风险，开始在转型。 开始在调整我们全球的布局，我们会跟美国的有岸外包的策略是一致的。像我们的台积电，除了到美国、到日本，也到欧洲去的，就是采取用这个方式，慢慢的对大陆的生产的制造的生产的依赖就相对的减少。 侯友宜对外表示，华府的政界智库拢正关心咱台湾高科技产业未来伫全球的布局，未来要安怎行？伊明确对外表示，国家安全会影响科技产业，唔但爱考虑效率、成本，嘛爱考虑运输制造风险。所以，台湾和美国的方向甲策略拢同款。伊嘛希望参与论坛，会当听各界的声音，会当互伊甲这新的观念早回来台湾。